电子邮件你可以朗读啊，全部选取，按朗读。看文本扫描以手机程式 F 扫描执行文件的结果。这次是高效率直的，行文件，错别字很少。问他，咱家粮怎么没了？罗贯中这时正在全神贯注地构思出陇上诸葛庄神一回。听，妻子说没粮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陇上麦熟，何不食之？”其实，地里的麦子还没吐穗里。妻子知道他写书走火入魔了，和他说也没用，便借了些米来度日。正因为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，完全把自己化为书中的人物，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，所以不论是写人物或写场面，都给人身临其境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的感地。除此以外，《三国演义》结构宏伟壮阔，组织严密精巧，情节曲折生动，语言简洁明快，也是值得称道的出色之处。当然，《三国演义》在艺术上也有较明显的缺点，这主要是人物性格缺少变化发展，往往人物一出场就定型化，如曹操好像生来就奸诈，诸葛亮仿佛生来就聪明，并且在不同时其不同环境里始终是这一性格。这种缺点的产生，可能是受史传材料本身的局限，同时也受民间说唱文学人物多以类型化面貌出现的影响。另一缺陷就是在运用想象夸张手法上，有时不免用力过分，如表现诸葛亮聪明多智，有些描写则含有神话的倾向，出现了鲁迅所批评的壮诸葛多智而近妖的弊端。不过，这些缺点并不影响《三国演义》的巨大成就，它对后世文学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自罗贯中以后，一些文人不其后尘，把中国每个朝代的历史都写成一部演义，从最早的开辟演义直到清宫演义、民国史演义，足足有几十部。三国演义还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，如评书、戏曲等，赢得了广泛的听众和观众。
在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，三国戏可能是最多的一种，如演董卓、吕布貂蝉式的凤仪亭，演张飞、关羽式的古城会，演曹操、诸葛亮、周瑜式的群英会，演曹操、关羽式的捉放曹，演张飞式的长坂坡，演诸葛亮、司马懿式的空城计等等，不胜枚举。《三国演义》也是中国人民最爱看的古典小说之一。人们阅读它，不仅可以得到高度的艺术享受，还可以获得各方面的丰富知识。据黄人小说小话记载，明末清初李自成张献忠、清代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，他们一开始不会打仗，军队组织也很混乱，被官军讥讽为乌合之众，但他们后来越战越强，仗越打越精明，攻城占地，伏险设防，高招迭出。这除了从战争实践中学习以外，就是从《三国演义》里学到了不少军事计谋和战争知识，以致他们将这本不念了，这本书不念了，用手工的。内容也算很多呢。朗读誉为克敌秘本。可以说，《三国演义》既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又具有历史教科书、军事教科书、生活教科书的功能。这一点，凡是读过它的人，都会深有体会。元末明初，紧随《三国演义》后，诞生了另一部伟大的长篇章回小说《水浒传》。水浒传，它以施耐庵《水浒传》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，第一次深广地描写了波澜壮阔的起义斗争，是中国小说史上一座高耸的丰碑。《水浒传》所描写的起义是有史实根据的。800多年前的北宋末年，中国历史上确实活跃过一支以宋江为首的起义队伍。这支起义队伍以现在山东境内的水泊梁山为大本营，对抗朝廷，大闹州府，铲除恶霸，救济百姓，势力波及河北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等地区。于这支义军聚集了不少武艺高强的江湖好汉，官军数万，无敢抗者，因而威名远扬。
朝廷据之。自这时起，梁山伯英雄好汉的故事就开始以口头创作的形式，在广人民群众中流传广大人民开了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说书人把它编成话本，戏剧家把它编成杂剧，使梁山好汉108条好汉，文本扫那是描以手机宋江程镇式参考扫描执《水行浒传》文的件的结英雄果。小说了。这次是高效率的。